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10月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国庆长假旅游今天是国庆长假正式结束，上班的第一天，我们来看一看这国庆节假期这个旅游到底怎么样，对吧？以往媒体或者是专家总是把这个旅游当做这个经济恢复，对吧？是内需提振一个表现，确实也是看到人头攒动这个人山人海，到处都是人显得有人气，对吧？这个人气越活跃感觉这个经济是不是就更加活跃？所以说以往我们通常把这个五一国庆小长假这个旅游的表现也当做经济这个一个晴雨表或者叫先行指标。那我们看一看这个国庆消费怎么样？这个财新网它有个报道叫出游人次创新高，国庆长假人们都去哪里玩？这个出游人次创新高，这个咱们节前就说了对吧？这个节假日那人数一定是创新高，人一定又多了出去玩的。我们主要看消费，今年国庆合并中秋假期，就10月1号到8号共8天，较去年国庆假期多一天，且可请3休12。全国层面官方数据尚未发布，从长假前7天的数据初步分析显示，出游人次创新高，同比增速高于去年11假期，但略低于今年五一。什么意思呢？就今年11假期它这个出游人数的增速比五一要低，但是它出游人次就是绝对的数量那还是创新高了，只是增速慢下来了，这也是个不好的预兆也就是这个出行人次很快就要到达一个拐点了。根据这个交通部公布的数字10月1号到10月8号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4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同比增长6%。当然这个24亿人次不全是旅游的，对吧？还有其他，但是主要是旅游这个交通部公布的，那么这个数字同比增长6.2%。这个财新网报道自驾出行仍是国庆中秋假期出行的主要方式。今年国庆中秋长假共8天时间，高速公路及普通国道非营业性小客车出行量同比增长7.1%，占公路出行总人数的79.8%。国内航班数量持续上行，长途旅行热度持续。假期前一天至假期前第7天，国内航班数量较2023-2024同期分别上行3.6%至3.8%，显示居民长途旅游意愿升温延续。其中人少景美、拥有小机场的城市机票预订增幅亦较明显。如去哪儿数据显示，今年国庆中秋假期，湖北十堰、新疆吐鲁番和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等机票预订增幅均超过1倍。这个你看交通部说的这个1到8号出行是增长6%，但是这个国内航班它的增长只有3.8%，就是我们这个能够大致的感觉到确实恐怕是开车的多了。出行那么多人呢，一般的就是3种形式嘛，一个是坐飞机，要么坐高铁或者是火车，要么就是自驾嘛，其他的对吧？坐长途大巴什么客车的肯定那个可以忽略不计总的出行人数多了，而这个民航的增长并不多，所以说明恐怕确实增长出来的那部分人呢都自己开车去了。这里面通过这个国家电网的报道也能说明这个问题。记者8日从国家电网了解到，假期前7天国内高速公路新能源车充电量超6185万千瓦时，创出历史新高。在福建莆田湄洲岛，今年国庆中秋假期前7天登岛游客达到15万人次。据当地电力部门统计，截至10月7号，湄洲岛景区周边充电桩日均充电量达到7400千瓦时，同比增长30%，是平时的4.6倍。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当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站搜索数量同比增长13%。10月1号到7号，就是那个充电桩那个搜索增长超25%。这些数字告诉我们就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自驾游。这自驾游里面，新能源汽车恐怕也占比比较大。我们只能推断这些数字不能得出个精确的多少人是开着新能源汽车自驾的这个是出行方式那么在出境游方面呢，这个携程数据显示，国庆出境游签证服务同比增长30%，出境游目的地数量较五一假期
进一步扩充。去哪儿网数据显示，中国游客目的地超过全球3000个城市，比今年5·1增加1200个城市，其中日韩、东南亚等近程目的仍是内地游客出境首选。港澳出游人次增长略弱于整体水平，11假期首日入港入澳人数略超去年同期。10月1日，澳门内地入境旅客数量同比增长1.6%。截至10月6号，11长假期间，香港累计入境旅客较去年同期增长4.2%。这个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中国旅客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机票预订量分别同比增长3.3倍和2.3倍。携程数据显示，乌兹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租车订单分别增长3倍到10倍。这是入境游和这个出境游的这个数字啊。我们再看，那国内的游客在国内都爱去哪儿玩？这个是财新网，他说出行体验更趋个性化，下沉市场、文旅消费等需求集中释放。从平台旅游预订数据来看，县域小众目的地热地提升，文旅融合亦带动更多主题游的火爆。美团数据显示，国庆首日县域旅游消费预订单量同比增长51%。就是县域旅游，你看一般的县城里面县域旅游很少有5A 级景区那个更多的恐怕都是一些网红打卡地小众景点，这个恐怕也符合那种自驾游，对吧？这他们的目的地，反正有车哪儿都能去，一脚游的是这个什么浙江松阳、云南腾冲、贵州肇庆等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的小众目的地，搜索量同比翻倍。说国内包车游预订热度同比增长115%，国内长线跟团游费同比增长20%。此外，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带动山西小西天景区日均游客破万，网剧边水往事令西双版纳搜索量飙升244%。截至9月22日，国庆文旅预订同比增速达73%，国门景区搜索量同比上涨40%，这叫县域出行维持较高景气度。10月4号，贵州叫荔波县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1.4%。10月4号到5号，肥城市泰西桃花源景区接待人数、营业收入分别同比增长1127%、434%。假期第6日，安徽易县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55%，门票收入同比增长32%。这个数字就是说，门票收入跟它的人次没有同比增长，就是人多了，门票收入涨的并没有那么多。说明啥？就还有人去是门口拍个照就走了，没有买票进去这个财新网说下沉市场活力集中释放，成为支撑景区高客流的关键力量。美团数据显示，国庆首日县域旅游消费预订量同比增长51%，其中江苏东台、浙江海宁、广西等地旅游消费预订量较去年同期提升超100%，也就是这些小众景点县域的这种景点。这个省际交界小城同样表现亮眼。截至9月18号，国内省际交界城市的订单量同比增长58%，位于省际交界的赣州、贺州、昭通等城市订单量同比增长最低是70%，最高接近1倍。本地与近郊消费持续走强。内蒙古自治区文旅厅数据显示国庆首日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等周边地区游客占比达47%。从景区数据看，居民旅行出行意愿持续升温，全国多个省市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快速增长，景区客流量接近饱和，但部分景区增速较5·1假期放缓。假期前3天，福建、吉林省重点监测景区接待游客数量同比增长21%、16%。10月1号到4号，四川省全省18家5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人数和门票收入同比增长，就是人数是增长7.4%，门票收入增长3.5%。湖北荆州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02%，就是人数是翻了倍门票收入同比增长47%，就门票并没有涨那么多，人增加了1倍，门票收入只增加了不到50%。这个财新网说隐含着四川荆州人均客单价
同比回落3.8%、27%。哎，也就是截止到现在啊，文旅部门并没有给出一个详细的数字出来，这些都是财新网还有咱们跟着媒体这个零星报道，咱们推算出来啊，一个大致的印象，那就是今年的这个旅行啊，又是人从众，出行人数啊，那是又在增长，也就是大家出去玩的热情呢还是高涨的，但是人均消费继续回落，很多景点人去了，人数多了，但是消费降了，就消费增长没有人增长的快，那就意味着很多人去打卡，能不花钱就不花钱，拍个照就走人。你看这个财新网下面他也说啊，他说主要景区接待人次同比整体大多高于门票收入增速，隐含人均客单价整体有所回落。今年11假期大多景区游客人次增速快于门票收入，隐含各景区人均客单价同比小幅回落。然后下面介绍的就是餐饮与零售，这个国庆出行啊，对吧？一个重要数据就是餐饮。据商务部监测，国庆假期前10天，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3.3%，增速较5·1假期有所回落。5·1假期这个餐饮的增速是6.3%。刚才交通部也说了吧，咱们11出行人数是增长了6.1%的，但是我们呢，你看看啊，餐饮增长只有3.3%，这又有多少人仅仅吃点方便面、吃馒头就这么对付啊？国庆假期前3天监测数据显示，全国78个重点步行街零售与餐饮销售额同比增长4%，客流量同步增长4.2%。你看啊，那总体上对吧？客流量增长的快，这个餐饮与零售增长的慢一点，还是人均消费在下降。比5·1期间50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速6.4%有所放缓。最后啊，介绍这个电影票房，对吧？因为这个国庆长假还有一个数字就是看电影的人数和这个票房数，电影票房表现相对平淡，与居民的强劲出行需求或形成镜像效应。今年国庆期间，电影票房表现弱于同期。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11假期前6天累计电影票房收入15.4亿元，日均票房2.57亿元，较2023年、2024年同期下降24%和15%。就这个数啊，比今年5·1假期还上涨了56%。今年11平均票价37元，较2019年和2024年分别下降2%和12%，这是票房啊也不及预期啊。这个是财经网报道的整个10月1号到8号这个旅游的一些出行的数字。我们再看看啊，有些地方的这个文旅局啊，他已经把当地的这个数字统计出来了。你比如说南京，这个南京很厉害啊，因为南京正好这个11假期有苏超啊，所以它这个文旅非常火爆。我们先看啊，这个10月8号，据相关数据显示，国庆中秋假期文旅消费 TOP10目的地城市分别为，已经评出来了啊 ，TOP10啊，南京、成都、西安、北京、重庆、武汉、长沙、洛阳、上海和广州，南京排第一啊。根据官方数据，南京全市接待游客就这个8天啊，是2009万人次，旅游收入27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和34.8%。哎，这个南京是唯一的一个收入比人数增长的快的，外地游客占70%，异地文旅消费49.3亿元，全省第一。南京取得这个第一的成绩啊，得益于超过600场民俗加现代文旅活动以及苏超赛事啊、引流等举措。我算了一下啊，这南京这8天啊，一共是2000万人次，旅游收入280亿，人均花费是1400。这个在南京啊，也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大家记住了，南京排第一啊，比北京、上海排名都靠前，人均消费是1400。我们再看看这个内蒙古，内蒙古日报报道啊，国庆中秋8天长假里，内蒙古成为国内旅游市场的流量高地。据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数据显示，假期期间，内蒙古接待国内游客2531万人次。刚才是南京市啊，一个市，这个是内蒙古自治区25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177亿元，同比增长9.7%。哎，内蒙古是那个人增长的速度比那个收入增长速度要快，那也就是
就是人均花费下降了，就这么简单啊。我算了一下，这个内蒙古的去玩的人均花费是700块，2530万人次嘛，然后花费是177亿，正好你看啊，是南京的一半，南京是人均1400。我在想啊，这个恐怕就代表了南京是因为它排名第一啊，那就代表了人均消费是最高，就是1400。那内蒙对吧？咱们不是倒数第一，那也是恐怕排在后面的，就人均消费啊700块嘛。所以我估计啊，咱们这次国庆出游啊，人均消费是吧？高的恐怕就是1400，低的人均消费就是700块。大家琢磨琢磨。根据这个大众点评啊发布的这个叫国庆首日寻味数据，南京啊什么鸭血粉丝跻身全国烟火小店热度第13位。简单的理解就是好多跑到南京玩的人，先来碗这个鸭血粉丝尝一尝啊。总之啊，这就是零零散散的咱们通过媒体报道啊，通过官方数据啊拼凑出来一个咱们对这个国庆8天假的一个旅游的数据的一个拼图。大致得出个结论，就是人数那绝对是增长了，但是这个出行人数增长速度已经慢下来了。什么意思啊？也就意味着恐怕春节出行人数还涨，但是已经涨不动了。到明年国庆节，这个人数说不定就要下降了，因为它涨不动了，增速降下来了。这是第一个。但是总人数还是在涨啊，也就是说，无论经济好坏，大家出行的这个意愿、热情那还是高涨的。第二个也确实对吧？就是该玩玩，该花花，该省省，能不花钱坚决不花钱，所以体现在人均消费是在下降上。为什么人均消费下降呢？咱们这个国庆节期间也做了一个节目，对吧？大家都看到了，打败酒店、打败宾馆、打败民宿的，居然不是同行，原来是帐篷，对吧？魔鬼啊，藏在细节里。为什么国庆假期一边是出行人次再创新高，一边呢是民宿老板还有那些餐饮酒店的在直播卖惨，对吧？出现白天抢门票，晚上空客房的奇观。根据交管部门的数据显示啊，全国游客自驾出行的占比超70%。刚才咱们都看到那个数字了吧，对吧？那个充电的充电桩啊，对吧？增长多少？大家都知道新能源汽车有什么特征了吧？新能源汽车那就是移动的家呀，就是移动的宾馆，对吧？大彩电、大沙发、大冰箱，还能吃火锅，还能睡觉。你说你开着新能源汽车出去了，很多人一看啊，这还有必要花那么高的钱、那么多的钱去住酒店吗？对吧？也就是开着新能源汽车出去玩的人，对于餐饮住宿的选择大大超出了景区范围。携程数据显示啊，国庆假期3星级以上酒店平均入住率仅为63%，较平时下降12个百分点。这个大家都看过新闻吧？国庆节前这些景区的酒店统一异口同声涨价，平常卖200-300的，直接就涨到1000多，对吧？涨个5倍都是说便宜的，对吧？很多都是起跳就是10倍，就指望着这个5一、11捞一把，结果失算了，千算万算，他没算到这游客就这么果断坚决拿脚投票这个很多游客大白天在景区游玩，晚上开车跑到远离景区的地方睡觉，有住快捷酒店的，有住洗浴中心的，有的干脆搭帐篷露营，有的还煮个咖啡涮个火锅，也算是别有一番情趣也许是因为帐篷露营意外成为热门话题，对吧？这2天这个假期那个热搜好多都是帐篷的吧？据说很多卖帐篷的11期间小赚一笔所以这个携程数据显示这个假期房间的临时退订率同比上升23%，这个还是跟自驾游有关系，因为自驾游路上有的时候堵车，对吧？有的时候他临时有了想法，他不去了，对吧？他或者换个地方，自驾游就这么随性嘛，对吧？所以自驾游越多他那个客房的临时退订率就会增加。这里面就有很多人对吧？本来是开车往景区赶的，结果一刷手机发现还有这么省钱的招，干脆我把房退了，有帐篷的住帐篷，没帐篷的住车里。以黄山为例说景区酒店价格最高飙到1晚2000元，就是标间2000块。那你说我在新能源汽车里面住一晚上，这2000不就省了吗？这现在赚2000块钱多难呢？所以说结果周边百元帐篷营地的预订量暴增120%，跟去年11比这黄山周边那个帐篷营地预订量增长120%。很多这个民宿老板一看形势不妙，立马调低价格以挽留游客。但是对吧？人家一旦决定住帐篷了，你怎么挽留没用，因为住帐篷毕竟不花钱呢，或者花的钱可以忽略不计以云南大理为例，说国庆假期的民宿均价同比下跌50%，但房间空置率仍高达36%。什么意思也就是这个国庆长假之前，这些民宿、这些这个宾馆密谋的涨价，准备
备在11捞一把，这个愿望彻底落空。你败给了新能源汽车，你败给了帐篷。现在人都想明白了啊，出去玩啊，就为换个环境散散心。酒店再贵也没有家里住着舒服，何必花费大几百上千的，就为了在景区睡一晚呢？对吧？以前是没有办法，选择余地少。现在因为自驾出行啊太方便，对吧？你自驾出行不仅能白嫖高速费，还能反向收割资本，对抗价格歧视，整顿旅游市场，这就是个苗头啊！有了今年啊反向消费啊这种斗争经验的积累，明年肯定会全面爆发。也就是今年有这个经验，对吧？大家觉得尝到甜头了。你看，我带个帐篷，南京、武汉街头一住，或者公园里面一住，得一晚上就省300、500的，何乐而不为呢？哎，这回人家有准备了，到明年呢，说不定他带着什么吃的喝的，甚至带着火锅，晚上还可以涮火锅，你说怎么办？也就是这个趋势啊，明年恐怕要更加这个强化，会影响更多的人。谁也不愿意去当那个冤大头，说我用平时6、7倍的价格啊住你那个酒店，我跟你去饭店里去挤，没必要。所以不该花的坚决不花。所以说我们可以预感啊，就是明年5一、11人均消费还要下降，就是在今年的基础上继续下降，甚至恐怕下降的幅度会更大，因为大家都有经验了，对吧？现在你说在外面搭个帐篷住也不丢人呢，反而还很时尚。过去啊，大家啊还追求城市中产精致生活，还需要一些炫耀型消费来建立身份认同，哎，就像那些奢侈品，对吧？就像那个高端的车，实际上这些东西都已经啊在证明啊，在过去这几年已经遭到这个抛弃了，因为中产扛不住了，消费不了了。那既然中产消费不了了，那现在这个出来旅行这些一定会向这个实用消费主义回归啊，就是讲究的就是性价比。与其穷的精致，不如穷的坦荡。也就是在经济不太好的时候啊，经济下行的时候，所有暴利行业都将被打回原形，旅游也不例外。当人们发现既能出去玩，还又能省钱的时候，对吧？也就是咱们说的穷游开始。那为什么5一、11人最多呢？实际上就是因为牛马，对吧？牛马也就是他这个上班的这个性质决定了，不管你搞了多少假期，对吧？什么年假、什么休假，实际上牛马他没有办法享受，最终啊只能被迫啊在5一和11享受他这个假期。那牛马没有办法，只能集中在5一或者11带着孩子，但没孩子的就跟着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有孩子带着孩子，全家开着车4周啊找地方转转。如果你这个11、5一不出来转转，你平常没时间，何况对吧？现在高速免费啊，然后新能源汽车你想想吧，你把电充满了，相当于不花什么钱，然后你再住不花钱，吃自己带，那你说这个消费能花多少钱？这个出来玩一趟。所以你看啊，去内蒙古玩的人均才700块嘛，你想一想，去那个内蒙古玩一趟，人均只花700块。所以从这些啊，这个11这8天呢，这些点点滴滴啊，这些旅行的数字，这旅游的这数字啊，咱们就是看出这个经济形势的吧，至少能看出大家的这个面貌。玩还是要玩的，但是钱要省，坚决不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要刺激有什么用呢？对吧？这个形势是一路下滑呀。但是这个也给这些咱们商家、经营户敲响了警钟啊！再指着暴利，再指着什么节假日这个打劫，对吧？抢一把，这个恐怕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恐怕大家也看了很多新闻啊，这个景区啊，很多经营户跟游客之间矛盾是越来越多，对吧？经常上这个热搜、上头条。我看了一下啊，这根本原因就是游客啊，他不花钱，那经营户他当然不开心了。你跑我这儿溜达，然后你不花钱，他那个心里本来就不平衡，所以稍微有点矛盾，哎，就能擦枪走火，对吧？如果你大家都在这消费，那经营户啊赚的这个数钱，对吧？数的手抽筋，他哪有功夫跟你吵架啊？他哪有功夫跟你挑毛病啊？对吧？如果游客有钱，对吧？也有的是钱，来的就是消费，他哪有功夫跟你经营户去较劲呢？他哪有功夫在那儿白嫖，对不对？是江苏那个连云港吧，还是张家港？我忘了啊。总之有个游客啊，在那个景区里面捡那个掉在地上的板栗，就为这个都能打起来。记住了啊，这个经营户和游客之间发生矛盾，这种矛盾越多，实际上反映的就是双方，一个想多赚点钱，一个不想花钱，基本上就这样的。总体上说明就是经济形势不好，赚钱难。然后就是说那个经营户吃相难看，这消费者呢，对吧？也死抠，不想花钱，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